挑戰30日學識剪接。今日要學嘅係音樂節奏卡點。首先打開 CapCut， 揀條你中意嘅影片同音樂，揀文字，新增文字，打6條打直嘅線，之後喺樣式揀佢，文字嗰度拉到左右2條線都去到熒幕邊，之後撳翻條片，揀遮罩轉場，揀選矩形，跟住喺個熒幕度拉條片喺2條線嘅中間，撳左上角拉到個角弧形，之後將呢條片拉到最左嗰格，之後複製多4份，複製咗嗰份撳重疊，拉到時間線同第1條片對齊，4條片同一樣做法，拉完之後第2條片撳遮罩轉場，之後喺熒幕拉條片去到第2行，如是者每1條片同樣做法，拉完會見到好似我畫面咁樣，之後睇你揀嘅音樂，喺你揀嘅音樂度揀自動產生節奏，之後拉第2條片去第2個 beat，第3條片去第3個 beat， 其他同樣做法，跟住你會見到影片咁嘅梯形，之後每條片都揀翻動畫向上滑動，時間揀翻0.2秒，下一步就係喺每條片嘅第6個節奏點撳關鍵幀，跟住去到第7個節奏點揀翻遮罩轉場，撳2下矩形，喺位置 Y 軸整到去0，喺大小長度整到圖中咁變咗圓形，跟住每1條片喺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做法，整到第7個節奏點全部都係圓形，之後去到第8個節奏點同樣撳遮罩轉場，撳2下矩形，今次係圓角拉到去0，之後喺熒幕拉到長方形，拉到5條片都變咗長方形，最後 delete 咗嗰個6行線，咁就搞掂啦。